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中寮乡菜里139线公路的测速的翕相机，9月初1正式来启用，限速50公里，才用无到10天，竟然逐天至少拢开出着40张的罚单。中寮乡139线公路，车开到这，乡乡拢会打动，速度放慢，为什么？限速50公里的测速照相机在前面。 原来是这新设一支测速的翕相机啊，9月初1启用，逐天至少开超过40张的罚单。当地人拢讲有够赞，因为这路段路较直，驾驶拢会开紧。住伫遐人拢讲，逐天拢互更叫的引擎声，送家拢袂当困。听阿桑安怎讲？足大声，讲一个，讲一个，讲一个，哦，足大声，迄支菜哦，拢知影。真恐怖咧，驶车偌紧的咧。安尼哦，安怎讲啊？迄落只路较直啊。 但是嘛是有驾驶为着闪测速的翕相，竟然跨过双黄线到对向的车道超车。为躲避这个固定照相杆而有驶入对向来车道，这个部分我们一并依未规定驶入来车道来举单自发。超速的罚单至少1200起跳，加上跨过双黄线超车，上重会当罚1800。违规驾驶可能会接到3000块的罚单。但是警方嘛是提醒讲，会有这个测速的翕相，只是一个手段，目的嘛是提醒驾驶为着生命财产的安全，也是乖乖啊遵守交通规则才对。